啊！我係終於翻嚟啦！我呢個魯博頻道呢，我今日要開呢一個比卡超25周年，嘟嘟。其實我做幾盒嘅，一盒啦，又一盒啦，又嗰盒做兩盒火箭隊榮耀。但係嗰兩盒我唔打算開，因為真係有啲貴啊！呢一個我今日就開一盒，OK，大家就不妨可以睇下我開卡啦。大家如果中意我嘅頻道咧，記住點讚啦、按 like 啦，同埋咧最緊要係大家知道㗎啦。好，廢話唔多講，直接開卡。去邊？嚟咯！哇！我見過小波子開，佢開得都幾靚嘅。但係咧，我最想要係金比加超，同埋金嘅夢幻。先倒晒出嚟先。呢個組合應該係有16包嘅，如果冇記錯嘅話。呢度我數下啱唔啱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。OK， 啱齊數，咁就開卡啦喂！我哋用剪刀開啦。第一包，我其實最想要係飛翔比加超。哇！電雷屬性會唔會係呢？呢個係萊希拉姆。哇！比卡超，哇！等我攞卡圖先。嚟啦！飲一啖嘢，繼續。哇！呢張比加超我記得都 OK，都 OK。然後係再買賢達，做呢個帕魯奇亞。我哋繼續第二包。其實如果我話最想要咧，呢一個系列係 Reunion， 但係上一盒我已經開到 Reunion 鳳凰。呢個係路內亞拉古拉多。OK， 蓋歐卡唔緊要，繼續。其實我買呢幾盒嘢咧，都差唔多破產嘅。真係講真嗰句，即係因為我開卡咧，其實咧我係真係自己賺零用錢啦，然後自己去買咯。火屬性，哇嚟啊！OK， 落機啊！嗷飛翔！哎呀，又係衝浪。之前我開卡已經開到一個衝浪，唉，唔緊要啦，都好啊，好過冇。我希望會中埋呢個飛翔比加超。我真係中意飛翔比加超多啲。如果正確嚟講咧，應該係比卡丘。嚟我哋睇下 VMAX V
飛翔比卡超 ，yes 成功！哇哦！嗱咁就正啦，咁就有得玩啦。呢個系列做啲咩好卡咧？即係我真係唔係太熟悉，但係我係鍾意比卡超嘅。帕魯奇亞嗰條鹿，博士研究。哦，夢幻耶，都好好啊。其實咧，夢幻嘅金咧，我都係想要嘅，因為靚啊係。其實都幾多嘢我都想要，但係似乎係因為比卡超呢一盒係流動資金係大啲，所以我都唔諗住開晒嘅。手痕咪拍下片 OK， 第二張應該如果正確嚟講咧，呢一個比卡超咧係二畫，即係有係，即係我記得係好舊嘅。我記得係好舊嘅呢個比卡超，係專門有人畫㗎，好似真係。斯多拉姆。OK， 比卡超，哇幾靚啊！其實呢次嘅比卡超同埋 Reunion 咧都係幾靚嘅。因為個 Reunion 咧，如果咧我開到第二張，我會好開心。但係應該冇咩好啦，應該都冇咩好啦，直接快過啦。我又好驚剪嗰啲卡。我哋第二張嘅夢幻，第二張 OK，我哋開到高版本，我哋就停，即係 SRSAR 嗰啲 R。其實我今次咧開呢一個卡包，我根本就係唔太知道。其實我如果有呢一個嘅 SAR 咧都 OK， 都可以，因為我本人咧係比較鍾意呢一隻個歐卡。又係博士的研究，係咪每盒保底一定係佢㗎？定我家真係咁唔好彩咧？真係唔知，但係冇可能盒盒都係啩？你個配率係根本就一定係有一張咁樣。OK， 如果係 Reunion 咧，係第二張，即係我揀咗第一張閃嘅白卡咧，就係 Reunion， 就係嗰四張。但係我覺得冇咩可能，我之前中過一次，都幾耐啦，即係我係買咗10包啦，好似買咗10包，喂，等左張。嚟啊！OK， 第三張出咗啦，睇埋下張呢。飛翔，哦！飛翔，儲齊。我真係估唔到會爆配喎，VMAX 都會爆嘅咩？我真係第一次見。差唔多 let's
Last Pack Magic 啦，差唔多啦，各位。各位記住，如果想睇我開卡咧，就下面留言多啲你哋想睇邊個系列，我就會盡量去搞嗰個系列。OK， 衝浪比較超正，正。會唔會開埋 Reunion 咧？乜都儲齊啦，但係我覺得如果咁樣開嘅話咧，即係有衝浪啦，又有飛翔啦，又有飛翔嘅譜啦，又有 VMAX 嘅衝浪啦，我覺得係開唔到 Reu。即係如果呢一張後面就係一定係 Reu 嘅，但係可惜唔係。OK， 哇呢個張靚喎，有莉莉艾。唔錯，最後2包 ，OK， 大家想睇到啲咩就快啲留言啦。如果大家想睇我開咩系列嘅卡咧，大家就盡快留言，我就會喺呢2日度安排。喂，OK， 普卡，最後 Last Pack Magic 嚟啦，真係 Last Pack 啦，但我其實做幾盒但係唔開啦。Last Pack Magic， 改歐卡，百路奇亞。哇！比卡超都有呢一種反射，可能大家見到見到啊！哇！咁都有反射，真係好正啊！如果係咁嘅話，咁就正啦。OK， 大家我收拾台，然後嚟個轉場，3、2、1，大家好。我哋又返嚟，我哋總結一下我哋開過啲咩先。我哋首先睇嘅係普閃加 SR， 就係碎，即係有啲正方形嗰啲。OK， 帕路奇亞 ，OK， 帕路奇亞呢個係夢幻，呢一張都係夢幻，呢張係博士的研究，但係佢嗰個技能好好啊，就係咧將自己嘅牌全部丟棄，即係你而家手上嘅牌，即係例如我而家手上有呢一度，即係全部嘅牌抌咗去，重新抽過，係重新抽過。如果咧咁樣其實好好嘅，然後咧再從牌裏打完啦，太朦啦，朦得滯，太暗啦咁樣，暗得滯。唔知大家見唔見到啦？總之係從牌出面咧，即係你嘅牌組可以抽7張，其實幾好嘅呢個技能。又繼續介紹先。OK， 呢個科斯莫古。OK， 然後呢個係索爾加雷歐。其實然後咧，我哋講係比加超同埋 V。呢張係25週年閃嘅比加超，呢一張咧係唔閃嘅，呢一張都唔閃嘅，呢一張都唔閃。我從來未開過咁多比加超，4張 OK， 4張 OK， 呢個係佐馬賢德，然後係呢個飛翔比加超，恭喜晒！然後呢個係
比卡超 V 係好得意啊呢隻，又係咩？衝浪比卡超 ，OK 冇問題 ，OK 我哋睇 V Max， 我哋 V Max 今次有兩款，即係其實呢一個卡組都係得兩款，就係衝浪比卡超，其實我唔知係咪都係得兩款，總之我而家開到就係咁多，衝浪比卡超同埋呢一個嘅飛翔比卡超，恭喜晒！OK， 我哋今集就拍得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視頻咧，可以而家點讚關注我，然後咧我會呢一個星期都會拍多啲唔同嘅 Pokemon 卡啦。OK， 大家拜拜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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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